老歌曲，听了心茫茫，亲像烧酒，愈饮愈久愈清芳。有千千万万首的歌，慢慢情。人生过程，起起落落，咸酸苦涩的滋味一大堆。一首好听的歌，感情绵绵，旋律优美，歌词入味，予人会爱听，永远袂孤单。叶惠武老师是一个人好吼，伊讲啊，伊的乐器行吼，合作人乐器行，伊嘛是人好，啊，足控高的。桃园地区的所有音乐人，拢伫伊的掌握下，拢伫甲排秀啊，吼，去各餐厅去演出啊，创啥，已经是一个德高望重的音乐人。迄阵桃园迄阵，我知影伊即个人来讲，已经知影伊是拢从事即个行业。哦，比如讲某晚会的场啊，某西餐厅的秀啊，吼，啊，搁某即个乐器的买卖啊，吼，所以咱是知啊。但是迄边伊甲我正式介绍的时候，他是很隆重的说，他就是要往这个词曲创作这方面走，然后我们就开始从事这个合作这样子。我算经验济啦，啊，伊算道行悬啦。啊，经验济，我会去甲导正讲，吼，人即马市面上爱什么型，你这写的人无法度唱啦，你写甲好一音人无法度唱，啊，你做事的方面吼，你都爱下即个吼正吼，咱讲即马拢爱正能量嘛吼，较莫负能量的物件，啊，莫做悲伤的，因为悲伤是咱较早。过去的社会，都有较爱唱悲伤的吼，啊，拢一寡观念这方面，我有甲导正，啊，伊嘛是做认真的吼，啊，开始对伊的斜杠人生来发挥，啊，伊的理想毋是钱嘛，伊理想是感觉哦，这个音乐界有伊的作品，吼，伊这个互人传唱是一个理想。叶老师非好兄吼，咱也熟悉足久啊，这个感情嘛培养甲真好啊吼，啊，咱这个闽南语的这个文化，需要咱搁继续奋斗拼落去，吼，后摆还搁有几啊百条、几啊千条，吼，咱要搁甲发挥落去，互这个后辈来传唱咱的歌，吼，甲咱的闽南语的歌，吼，再发扬光大，吼，希望咱共同努力。你可比春天花蕊真美丽。真想要将你甲你做阵过，清芳像红花，温顺的目杯，我的人为你地一杯，心目中无人通甲你代替，你是我今生今世的走做，早情想海誓，拢藏在心底，今仔日讲出实在话。一直将你当作心肝宝贝，幸福交代予我无啥问题。我唔惊风吹，我唔惊受罪，我爱你永远袂后悔。一直将你当作天顶明月，甘愿变做天星陪伴作伙，需要你的鼓励。付出无偿代价，希望
双人牵手飞。可比春天花蕊真美丽，真想要将来甲你做阵过，清芳像红花，温顺的目杯，我的人为你底一暝，心目中无人通甲你代替，你是我今生今世的走做。早前想歹势，拢藏在心底。今仔日讲出实在话，一直将你当作心肝宝贝，幸福交代予我无啥问题。我唔惊风吹，我唔惊受罪，我爱你永远袂后悔，一直将你当作天顶明月，甘愿变做天星陪伴做伙，需要你的鼓励，付出无偿代价，希望双人牵手飞，一直将你当作心肝宝贝，幸福交代予我无啥问题。我唔惊风吹，我唔惊受罪，我爱你永远袂后悔，一直当你当作天顶明月，甘愿当作天星陪伴做伙，需要你的鼓励，付出无偿代价，希望双人牵手飞。过去有的作曲家真少年就写歌，作品轰动几落十档。咱今日要邀请这位来宾，拄好角度无相共，已经立这几落十档的功力，近年来才开始写歌，啊，毋过作品拢是主打歌。咱来欢迎人人乐器，人人好，叶辉浩老师，老师欢迎。谢谢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大家好，我是叶辉浩。老师来，咱来讲一下黄秀清老师。是。讲起来，甲你有特殊的交情。是。你近年来开始写歌，听讲原来是伊甲你害啊。伊是我正经的贵人啊。哦。有教一个邱凤云老师，邱凤老师都做新娘。我会去来去听写歌吼，是咱这个音源唱片公司这个庄董介绍两个呢，了，因甲我配合，甲我写词，我甲慢慢培养这个吼。音乐的这底慢慢培养，来甲黄秀清咧合作是机会较济，你邱云老师嘛是合作，所以慢慢呢，让他们提取出来了。叶老师近年来主打歌，真重你拄仔咧讲旋律感，尤其是这个舞曲的表现，探戈的slow rock， 是，甚至讲我都是种的这个舞曲，老师敢若真讲究这方面对无？是啊，因为我对这首歌吼，因为拢无人唱的时阵，咱所听到，迄个melody互听到讲这个melody算好听。莫讲因为讲安尼讲，咱唱的心情，唱上但是也讲无人唱的时，照melody出来，咱听到迄个melody没有一个感受度吼，这是不是我所要的。我敢会当猜测讲，可能甲你过去的背景一定原来真有原因。我真知影讲。足少年，你就开始摸乐器啊，甚至讲足少年就开始推广讲，叫人大家学乐器啊，对不？对啦，无错。我16岁时就开始伫美国，咱咧高雄市美国俱乐部，就伫遐弹吉他。16岁我伫遐弹，我叫阮一个老师高辉吼，伊是我的先呢，我说徐志明，我就接伊后壁，因为伊要行船是要实习是家人海洋学院，结果我先高中尔伊叫我一定要接伊位啊。
无接伊位哦，伊要落去实习。哇，结果接伊位接落吼，读一个高中读6间校啦，安日干部读到夜干部去。厝里迄当中敢有支持，还是讲啊，我着安尼看到吉他，看到乐器无忙，着安尼规身躯硬叫啊咧。怪来怪去，也是怪我现在徐志明老师，因为厝到我厝大半步介远，厝边尔。啊，迄个时阵加我7岁，伊才21岁，我才14岁。我着看定定弹，我足骨力弹啦。啊，用着定用着弹，所以伫变数房咧弹我看。我看伊安尼嘛，啊，跟我着陪伊找，我教你学，啊也无体啊，安尼无甲教。啊，因为着教伊学即个音乐，造成着我这册。啊，无我本来我册嘛读较好势会使。我考高中的时候我差两分调高中学啦，哦啊我开款红中去，吼，但我的时候嘛是拢一个咧文革，咱也无正经那一道，啊我讲正经吼，你安尼吼读书吼，应该上中应该调。安尼万叹苦老师，2分改变人生啊！啊，毋过吼，开始伫美军部落踮偌久，啊，才起来北部。我知影你这站拢住台。哦，我伫遐差不多做要2年哦，2年，啊，甲地方生活起来北部。我当起来时，去伫台北吼，南京东路第4角是吼，迄个是领班是沙西米做领班。啊，我甲阮先生2个就走沙西米因兜吼，伫住伫咧厝的阁楼，我伫遐住半年。哎，沙西米吼是较早咱音乐吼，台湾吼。音乐的态度，你若讲下港乐师啊，听着讲哇，台北30名要请什么乐师起来，哇，迄足公营代志啊！因为他30名名声太大呀，哇，我就想想着叫点着啊，就带我起来啊！哇，迄大连头，伊看30名头迄铺哦，整整齐齐啊，清理甲足清气秀，迄歌拢嘛清气秀，啊，写作音乐家吼，会当安尼，我真个配合伊。啊！你讲你起来台北了后，伫遮尔出名的大师身躯边，应该原来学着足侪功夫。是教阮现在学生学较济啦。啊，讲起来台北时吼，我伫迄个第4角时吼，迄个时候佫家己佫咱降级吧，降咧做豌豆妹。豌豆妹，因为迄个时阵舞台顶的遐教师吼，陈志远啦，哦，啊，玛莎啦，吼，就反正当中这一寡大牌。啊，咱时候就晚上讲你无要紧，你先抱车大车，哦，我就伫遐不超半年，啊，我搁等去高雄。啊，搁偌久才搁起来？哇，就等做兵后啦。我做那个时候，伫个洋地，伫个龙岗嘛，大湾义工队，啊，伫遮做，啊，做了真正退伍，要未退伍，人就甲扛过来引好后，台北花都舞厅，就甲引伫遐拍吉他。迄当阵嘛足出名的花都舞厅。就做，阮迄时阵阮上大脚，我叫做，啊，我未退伍，伊就哦，应该引好啊，啊引好啊，我就退伍啊，就走遐做，拢无去拄着啦，哎啦，工课拢无，安顺利啊，拢无讲安尼去拄着哦，无代志啊。你咧讲的吉他也好，起步也好，鼓也好，即个乐师吼，有当到啊，因为舞台一台接一台，一生伫遐咧接，迄个过程慢年就过啊。不过吼，老师你颠倒另外开一条路，就是讲，我毋是干那家己兴趣，我望讲大家拢会当来学音乐，足早就开家起行对吧？是啦，是什么款的想法？因为音乐哦，会带给人一个心境哦，会有一个平静的一个心。第二个的话，你有学了音乐的话，以前常讲，学音乐的小孩不会变坏嘛，对不对哈？第三，你也讲有音乐的心情，人嘛较袂无聊呢。哦，你像我咱像我即马遮侪位人，伊都无音乐，啊，但是讲无聊。但对我来讲，学音乐人，我袂无聊。我无代志，我来当想音乐啊，哦，我不听什么款的，我教袂无聊。所以，生音乐是正经对社会吼是种足好处，啊，对人力嘛足好一个代志。莫去想，肝嘛已经流尽。今仔日才有一间厝来做守，
心爱的，咱就应该放下。行出自由，行出命。船若就当一天过一天，也出偌多时间，搁正到底有几担？人生的任务嘛完成过半，敢着继续拼？吃老的留歹命，行行看看，世界到底有偌大？行行看看，人生的旅途，才袂枉费白白行。莫搁想，肝嘛已经流尽。今仔日才有一间厝来做守，心爱的，咱就应该放下。行顺自由，行顺命。船若就当一天过一天。偌多时间，搁正到底有几担？人生的任务嘛完成过半，敢着继续拼？吃老的留歹命，行行看看，世界到底有偌大？行行看看。袂枉费白白行。若就当一天过一天，也出偌多时间，搁正到底有几担？人生的任务嘛完成过半，敢着继续拼？吃老的留歹命，行行看看。世界到底有偌大？行行看看，人生的旅途，才袂枉费白白行。老师，我所在你敢若退伍无偌久，就可以甲起航啊嘛。对。迄个时阵的环境吼，讲起来甲起航应该是较少对无？足少。你若想讲，我来做这道，行这条路。迄个时候社会吼，有甲起的人嘛，正经无介济啦吼，经济嘛较无遐好，所以有甲起的人嘛是有限。但是呢，咱就凭着讲这音乐对人这人贡献遐大咧，所以我们想讲用音乐来和谐这个社会看让大家来参与。我唔知讲一开头时阵有唱歌班的也好啦，有理打班的也好啦，有钢琴班的，迄人真个迄个心内是丢司机也是那样呢。大家这钱足咁开，我差7年开嘛，到差80几年，拢拢真好呢。迄个像要卖钢琴嘛，有当时一工卖3台哦。所以我讲这个物件音乐确实嘛是对人来讲有需要物件啦。
即摆是毋是开始有人甲你开喙讲？我看你学生足侪呢，吉他啊有，琴的也有，规气吼，你来整班来甲我负责乐团，敢有人会安尼甲你讲？较早的时候，正经是老师较少因为我较对手的乐器我拢加冇有去摸啦吼。从打开始咧教的时候，我一年嘛演到3个角色去咧，也要教李达，也要教平路，也要教鼓。哇，一年嘛教上，但是安尼是无情，安尼唔好，会误人子弟。我尾后就是尽量我有较好的老师，我就甲请入来。像我即马吼，咧经营内底拢我无咧教，拢正科班咧，请正科班来教。对一个吼人的迄个教育吼，才袂去人误导去人误着安尼，嘿啊。这学生我拄仔咧讲，是毋是开始你会甲因拖，甲因整合做伙讲，咱规气来外口有啥物场？变讲因学了后，你有哪着甲因负责，甲因担当呢？我当时吼，我伫同中立吼，我包节目吼，嘛正包足侪吼。我西餐厅啦、夜总会啦、舞厅啦吼，我包足侪，包190哦。所以我甲学生足侪拢用出去。所以我第一代甲学生吼足侪吼，我拢叫对走过站，就伊就去对走安尼，大家拢摊口食，迄个时摊本来有食啦。本来是家己一个乐师尔，吼，即摆变成讲一帮人，甲咱挖靠。对。老师，这毋是讲我甲你讲过啊，因为你的做人，甲你的乐器行的看板的名吼，真正是足有牵连，人乐器。啊，你深开始咧写歌，嘛是写人好。你甲我开讲一下好无？拄开始写这条歌，这条人好就安尼，反正吼，以前词老师作词老师就是讲你乐器行的人业绩。你看 idea 想无，就是人好，这个是我啊。我是接到尔，我就想想嘛，过当我就叫伊啊，叫伊一听了，黄秀清老师也多在场，哇，好像觉得还有一种满意度那种感觉就说我就三个就更进一步的联系了，更进一步大家互相竞做伙。这是你头一条写的歌。对。我正安尼讲，这无几年前呢。3年前，人好，对。拄迄时阵，谢大哥唱唔对啊，嘿啦，真感恩啦。是讲吼，较早长发推的时阵，西餐厅大家咧邀请的时阵吼，迄当阵你敢捌动过即个主张心肝内即个念头，讲，我会当来作曲，会当来写歌。少年时阵敢捌安尼想过？我以前我有写，我32岁我想我有写，但是我就是包即个节目这节目用的人太侪啊，用到差不多手我乐师60-70个这60-70个安尼调配中间，今仔要叫台班，拢爱经过我。所以我有迄个时有写国语歌有写，但是写拢淡的，拢无出去正经去卖啦，无用啦。要舞台顶，一张我徛8点钟，咁要教学生哇，太是工课。不过老师，你今日咧讲足轻松，是因为你安尼作品已经发表真济啊，即马拢唱主打歌，人真济歌手拢安尼点名买你的作品。我这个感恩阮黄秀清老师啦，无伊3年甲我读伫我名遐迄出去无人捌我。我会记头一届迄个华特公司要赶的时阵那么迄华特来，我有一个咱迄个执行长迄个陈先生。这个真正伊就问我叶惠有是啥物人啊？无人捌嘛，就是爱到位黄秀老师怎么样就是安尼慢慢叫给他提携慢慢在这个方面来希望呢有个人面安尼啦，邱红英老师原来甲你合作几多条歌，当然你咧讲已经离开去啊，不过咱今日来怀念伊，怀念伊的作品嘛，怀念伊的人，佫有怀念伊的艺。目睭看惯无看过，个在上仔细全屈世，看袂清世事是乌甲白，分袂出爱情是真甲假，为怎样将我挑过人过？爱我心肝流甲几落下，为怎样将阮痴情等落地？爱
啊，你的心内到底想啥货？爱我的人，不是无地做，踮世界上，不是你上界美丽。无缘的人，请你着保重。再会，看着你走哪陪。目睭看看无看过，个再想自世全不世，看袂清世事是乌甲白，分袂清爱情是真啊假，为怎样将我挑给人陪？爱我心肝流甲几落下，为怎样将阮痴情等落地？啊，你的心内到底想啥货？爱我的人，不是无地做，踮世界上，不是你上界美丽。无缘的人，请你着保重。再会，看着你走哪陪？为怎样将我挑给人陪？爱我心肝流甲几落下，为怎样将阮痴情等落地？啊，你的心内到底想啥货？爱我的人，不是无地做，踮世界上，不是你上界美丽。无缘的人，请你着保重。再会，看着你走哪陪？你家己写的作词作曲的作品吼，你也真讲究歌词，我像讲老歌曲这个歌，是无人写歌咧讲歌，就干那你。啊，那其他的作词作曲家互你这个歌词，你嘛真讲究要甲曲好水曲的吧？你想讲写歌咧唱跳过人过，是，这个话社会拢咧讲嘛，做人袂使跳过人过，爱甲人有人情义理嘛。但是你应该变做歌。啊！你安尼甲谱曲落去，哦，佫变主打歌呢。我较早时哦，像对押韵哦，较无遐尔吼在意。但是尾啊吼进入台语歌吼写，哇，黄老师因就讲吼，邱老师讲这押韵真重要，一定要扣韵。我按这个时阵哦，这3年前开始注意扣韵押韵，哦，所以我即嘛家己咧写台语歌，我嘛拢爱要求我押韵啦，因为大家有这哦这习惯啦嘛，对不对？啊，你也譬如讲说我无押着吼。卖讲逐个都压了哈，久啊压一下，那还好，那拢无压，我觉得就不习惯了，也受到黄轩老上面的影响。因为台语歌你不写起押韵，刚刚在唱，看他不顺溜还是怎么样子？哎呀，就是。啊，但是扣韵吼，真搞工呢。搞工，有人家因为要扣韵哦，啊，意义哦，那个词的意境哦，有时候受到影响，所以有时候我会宁可啊不扣韵了，但是我那个意境我还是要坚持。对，
啊，像古清头对我来讲，老师你家己作词作曲有一条老歌曲，是，迄真正是，原来别人较无这方面的灵感，一定是爱亲像老师你安尼，长期浸伫音乐产业内底，才会对歌遮尔有感情，啊，佮用歌来做主题来写歌呢。老歌我就最爱老歌呢，吼。啊，迄个时阵啊，我本来写一条歌，家己自家己写，啊，我就将我古早遐老歌吼，也曲目给它起来陶情，啊，加起来吼诠释吼一个过程啊咧，啊，一条好听的歌就是尽管进美国歌嘛，哦，就诠释到这种感觉，让人家能够看大家吼看听惯习呗，哎呀。老师你爱音乐，啊，你尤其特别爱老歌，啊，你敢会当小甲阮讲一下讲，生活中私底下你上接听的老歌，啊是讲你上爱听的老歌，是倒一寡歌曲，啊，这歌感动人、感动你、打动你的原因又搁伫倒位？我较爱听的老歌是阮老母亲吼，少年时代咧洗衫伊拢会唱，啊，伊唱的老歌吼，拢是唱一寡日本演歌的歌啦吼，啊，台语老歌就唱像望春风啦。我这个音乐吼嘛，受阮老母影响真大咧。阮老母还洗衫啊，唱日本歌，有日噶也没大，就唱这个，但我囡仔蛮听无嘛，他说受到哈上辈的影响还是蛮大的。阮老母就爱音乐，啊，你唱的听我等下唱的8月15日之间，你歌名我唔知啥物名。江春来。江春来，对，阮老母嘛定爱唱这哦。我拢受影响较济。你安尼一直写新歌，啊，佫是拢 hit 到，拢当做主打歌。谢谢啦，感谢。现主时一定原来有某一个爸爸妈妈，伫伊的生活中咧嗨即落歌，互囡仔听。后摆咱下辈毋只会晓唱跳过人过，毋只会晓唱人好。是啦。只有做传统嘛。爸爸妈妈较早少年的时阵吼，看到你安尼行音乐即条路，先开始吼，敢会安尼加减？伫你讲的讲，啊是甲你要求讲读册较好，敢会安尼？加减讲去探听，会甲你支持袂？甲你找讲，倒爱什么路较好，还是讲甲你念一个袂安尼？敢会安尼？阮老爸是较无啥，我会算音乐。阮老爸吼，我读初中时咧懵哦，就是我会咧念啊。啊，阮老母是无反对，啊老爸吼，较无啥我算啦，但是我还是坚持我要行爱算啊，嘿啊。到个倒一个期间，爸爸我16岁时咧接美军俱乐部，阮老爸就无法度我。喂，我就先接美国部，暗时啊，这个12点才下班哦，12点。透早呢，你看卖6点我才起床呢，我就要坐公车，不然骑脚踏车，骑到凤山呢、凤中呢。哇，迄嘛正经爱迄个，啊你讲困眠无够啦，慢慢的，所以按凤中来就转道明啦，转福华啦，转立志啦，转到夜间部去啊。别找了，阮老爸就无介欢喜啦，系啦。但是尾也是无法度啊，因为我都已经做落去啊嘛。但阮做老师时啊，态度真好哦。阮若一场秀 party 吼，阮夜站嘛吼，啊一场秀 party，我应该准了来，啊开一个 party，啊办啊自助餐会。阮若可上台，阮一场吼加1800台票，阮的囡仔先人1800一场加1800。所以话，1800块嘛，是引诱人的。我伫校读册时，咱课本啊，一张我5块尔，买一本，150块。啊，我一张对不对？一张落去1800块，啊，个薪水固定薪水，一个月嘛差不多9000块呢。所以就是喏，所以那不离啊，敢若有钱啦，嘿啦。搁有就是我要请你小甲阮回想一下，邱红英老师已经离开去了。啊，伊的艺大家拢看有，毋过伊的做人，就你才有前进，阮拢无迄个缘分，甲阮小讲起一下好无？啊，讲到邱红英老师哦，我是真感动。伊也未离开之前哦，啊个我人伫高雄，啊拍电话，听起来声都拢好势好势。哎呀，无偌久，不能讲过2、3工俩讲都无去啊。但是伊在世时阵哦，伊就讲叫我爱注意这个押韵，这个口韵。所以吼，将伊的资料、证件吼，拢送互我。老师，我听讲伊的资料吼是足宝贵，是几落千字呢。哇，伊是我伊是送我是口韵的迄个资料。嘿，
大小大家讲资料扣，无较早我无会啊，我自从一开学了，我这写事情我开始就注意啊，就是安尼。所以说感恩老姜文老师啊，伊这真个我呢，足加鼓励啦，真加鼓励，啊。伊交歌词互你的时阵吼，伊安尼甲你对谈，甲你安尼做伙坐做伙，伫咧啉咖啡吼，伫咧研究的过程，敢有啥物互你较你印象较深的代志？伊讲哦，我咧写迄个曲风哦，甲较早伊是感觉较无共款。伊感觉讲我的曲风哦，他可以接受，他很喜欢。所以就说希望我能够继续保持下去。就是安尼。所以要刻个心呀，有事来就叫我写。要是我就过来写啦。我真经交彩会啊，就是安尼。但是迄押韵哦，我绝对袂使甲改。我甲小叮当一下哦，伊就无欢喜啊。伊就欢喜啊，所以我嘛真注重头前几日安尼刻一个后壁音，我拢有咧甲注意啊。因为尾送我物件，我就知影这押韵重要嘛。伊咧讲，你的曲风伊会当接受，总是比较别人伊较会合嘛。伊讲即个话意思是代表你的曲风甲人比较起来特殊是伫对。这款人免安尼讲吼，敢若讲比较有旋律化，敢若比较有国语味道啦，国语歌的味道吼。敢若种来讲，甲一般顶，你像我台语讲迄款来味吼，敢若像我安尼念，迄款要叫我写，我不要写呢，我写不出来，因为我可能是已经惯写吼。我希望一首歌有个旋律感，很重要，对我来讲很重要。恁叫我安无旋律感，安尼写，嘴念，我不要写呢，安尼我写不出来，所以养成这种习惯，宁可就是旋律先出来。黄秀清老师给我添词里面，有当时我讲伊较袂用，我就家己加慢添，慢慢来要求自己安尼。规条歌起来吼，感觉好一个无人唱，用平路也好，演奏也好，听起来好听。你目前遮尔侪作品，我若便听着吼，感觉迄个歌老师咧讲的旋律感，迄咱若摕去做恁较早少年的时阵咧做迄个 BigBand，敢若逐条拢足会合啦。因为我较早民俱乐部吼，拢做西洋歌侪嘛吼，你若听一条西洋歌时吼，你甲听着好，因咧一定拢有先扣落旋律，来较天使。因的做法袂像咱讲，咱的抒情出来，来甲你，所以伫西洋歌伊的作品内底，它的永久性经典性会这样很传续下去。世事有足多变化，啥人嘛想拢无好。成功的人会决定，有时嘛会来跋倒。人生，亲像日出甲日落。少年时就爱来打拼，吃老就要烦恼。时间是一条无情的溪河，友情是一座长长的大桥。缘分啊，定是人甲你过因果。应该来相听，感情才袂来变薄。人人好，人人好，朋友是无价之宝。加减好，天时地利创造人和。把好开，心头的大锁。苦口是良药，苦棍嘛会结甜果。
世事有足多变化，啥人嘛想拢无。成功的人的过程，有时嘛会来跋倒。人生，人生，人生，亲像日出甲日落。少年时就爱来打拼，吃老就免烦恼。时间是一条无情的溪河流程，是一座长长的大桥。缘分啊，嘛定是人家己的因果。应该来相天，感情才袂来变薄。啊，人人好，人人好。天时地利创造人好，拍好开，心头的大锁，苦口是良药，苦棍嘛会加你果。高精这呢下晡，每一摆，甲这位歌王制作伙拢真紧张。咱来欢迎谢磊大哥，老师欢迎。你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谢磊大哥。谢哥一定所有的人见拜看到你歌迷拢讲，你从来无变，啊上解价值就是讲歌声拢无变，尤其近年来像叶飞虎老师的歌，真侪拢拼开的，哇，迄真正赞的。因为伊歌哦。甲伊人共款就搞怪，搞怪就是歹唱，啊你无甲唱好，这个会避免。叶老师头拄啊，家己坐咧开讲的时候，人伊认认甲去，你讲人人好，叫坐落你就讲伊搞怪。人人好啊！当初这首歌，其实他伊要叫我知影伊意思要叫我家己唱啦，啊就刚好有一个朋友就是高雄那个电台那个陈雷，哎他想唱，就变成我跟他合唱这样。啊，所以，哎，这首歌我没有唱，好像还蛮可惜的。对啊，那首歌你的那个声音啊，应该亮度又够。他是希望个人唱的这一首，这一首歌他常常唱这首歌给我们那个压力吉他这样，来不要大不要大，让好像因那个乐器，他做乐器嘛，啊，他们的那个国歌，应该去迄间甲去喊的国歌啊，结果不是说谁唱不好，就是说这个感觉就分散了，那个力量比较没有。所以谢哥，我足感谢你，今仔日为着咱的节目，老师，谢哥特别独唱的，别位唱片无得听，咱的节目特别独唱的，要对你负责，要互你安尼，从今仔日开始吼，叫三顿请伊。是，哦，感恩。我们来请叶老师小讲一下，因为较早谢哥是真正伫幕前，我咧讲的，每一代人拢听伊的歌大汉啊。啊，你伫幕后，啊，敢捌有迄个机会讲，你也未写歌互唱进前，其实恁捌当着，啊伊唔知的，伫甲起航还是伫舞台顶。伊可能记忆较袂好哦。我古早我就定叫出来做秀。你看我咧有准无？我叫出来做秀，嘛较做几遍啦吼，大部分我拢有排。你一定啊，赚足济，我足讨厌。你像咱这个演员的，迄个啥，每个嘛是我嘛是感觉白呀，对不对？哦，那个，这我是一个无咧谈啦。真个讲，正经也假啊。正经啊，是敢若即摆一个无跟你谈，较早拢有谈。一个嘛无爱谈，一个无谈，拢赚足济。包括郑经我嘛无爱谈，干嘛好谈？啊，我说做经纪人应该谈钱啊，对不对？你看，你无成经纪人，无成哈，对了，你成酒鬼。酒鬼。哦，这个讲到重点嘛哦，阮头拄我拢无讲的哦，叶老师的另外一面，你来才有法度显出伊的真面目，无阮敢问伊是唔讲哦。这个啉酒的，哎，啉酒是真古锥啦。
啉了一定搁要刷落去啊！我介做吼，也当我啉一罐烧酒，我就欢喜。例如啦，一罐都有一届净啉一罐呢。无啦，啉一嘴尔啦。哎，迄届啉差不多一罐，后尾敢毋知啊，心花开个安那呢？哇，安尼来啦，哇，是我打呢，哇，强啦，够强。其实谢哥即摆唱歌，真正最要紧是唱家己欢喜的。唱讲啊，真侪遮歌迷，足爱一直听到你的新歌。啊，今年来有影叶老师的歌唱上侪，而且我有发觉讲有一条吼，嘛足特地开讲，就是讲行行看看。哦，迄真正是安慰足侪咱遮的高龄者。这条歌唱着，真侪人真正老师，迄心肝内会动着呢。有一个朋友也是，感觉伊的朋友，感觉是我的朋友，咧花莲。那个林建良。捌足侪年啊啦，有一天伊甲我讲，谢哥，这首歌你听看卖啊？伊对往迄个电话听，放互我听，就放听袂人过。我讲这首歌袂歹听咧。最重要，伊这个歌名吸引到我。哦，我看到这个歌名，我本来袂晓讲咧，跳过人过迄啲人我袂晓读啊。台语毋知要怎讲啊，就去做，这个歌袂歹。啊，就开始讲这做叶飞虎写的歌安尼，对才开始。结果来唱的是，本来是无一定讲做主打歌，这款歌做主打歌很难歹讲啦。啊，结果唱了，大家讲这首歌会使做主打歌，结果就甲这个假拿啦，是假，做啥就假拿。其实呢，意思呢。大概是要考虑，是不是要用行行看看做主打歌，经营这首歌的感觉袂歹。啊，但是向阳来一首再现秋歌英雄，你用？那种情况吼，谢哥行行看看吼，我听唱了，我听足感动。你看嘛，伊唱的炮吼，弄起嚟安尼，哇，会当讲吼。我真钦佩啦！老师，迄袂是敢若现代坑世歌，是食老的老歹命。老师，迄句安尼，一定足侪只老辈听到，敢若袂是咧甲提醒咧。阮所有歌拢捡好啊，其实迄阵啊，本来就是要用行行看看做主打歌嘛。叫江志峰啊，用阮谈说，谢咧，我有一首歌吼，你听看卖啊。我讲歌有够啊，免啊。结果伊卡叫简小姐，公司阮头家啊。伊讲听看卖这首歌，而且讲阮的歌拢捡好啊，他还不死心来就讲你听看卖，可以就可以，无就好，叫我一直听落去，哇，这根本都为我量身定做，讲这首歌因为迄个感觉哦，甲这个音乐完全无共，这是较激励的，等于是叫人。怎么讲呢？唔是干来啉酒呢？再现中国英雄，就是鼓励一寡较中生代，会当搁拼嘛。但是吼，行行看看，就是安慰一寡老班的。这样呢吼，就变做真正人好啊。你甲谢哥熟悉，近来安尼接近吼，你感觉讲伊的私底下，甲阮伫舞台顶看到吼，一定原来有一寡阮较唔知。较秘密的所在，像头拄仔我咧讲，你安尼淡薄个宣布，大家才知影讲，伊的九国英雄也好，再现九国英雄也好，其实拢是唱互别人啉的，家己无咧啉。佫有啥物私底下，阮较无了解。谢哥人哦，这个喜欢提携吼，后辈。真有影。我感觉你看嘛，伊谢小鱼啦，谢小熊啦，即嘛佫一个吼阿文西啦，拢全力咧咧甲遮后辈吼，安尼鼓励。佫有即马一个伫咧平湖，迄平湖迄伊嘛新加坡咧平湖迄是啥物名？赵志国。赵志国对，伊嘛真啊，哇！这吼少年的吼，拢真安尼吼，大家安尼吼，将那个情看起。就我爱培养他，因大家拢会找我了都。但是你人就是你人，我就要讲，我甲你接触，虽然讲毋是讲真接近，不过我真知影讲谢哥吼，做人，谢哥做人是是非分明。有的人你著看会合，感觉讲人对你真诚意以外，真正社会上咧甲人往来，有甲迄个正体的分寸，你会共帮忙。但是嘛，足侪迄个无站在的，你会甲叶飞虎老师遮好，我相信着伊有互你学到着的所在，伊的做人也好，伊的做歌也好，
一定是因为安尼，恁进来才亲近的。开始是因为作词是迄个邱红英，邱红英。那邱红英的之前，我进前哦，我足早都捌看过邱红英在咧宣传部。我去宣传部有一个朋友，一个欧巴桑朋友，啊，阮啉茶时，啊，伊一个隔壁，伊甲我讲，谢咧，你知迄个足好写歌词，迄阵我较无咧注意这唱写台语的啦。我讲我唔捌你啊。后尾来我才讲伊就写迄个听你那性命。结果有一天我去卡拉 OK， 我就唱一下讲，我这歌哪写得真好，这歌词真的很棒。啊，所以这也是我吸引我的一个地方，还蛮可惜的。对啦，叫改阮讲3-8遍，唔改。哇，一直搏，时时咧搏去阮，哇，我讲足世界，到尾嘛不听啊，还是走。迄个时阵，我讲啊，这首歌会使唱袂？我问伊啊，因为人无伫，我对，那袂使我要人唱的。讲可以，所以我决定要唱。还有这首歌呢，蛮可惜无做朱大哥的最大的原因哦，想过时间伤迫。我讲这款歌吼，跟这种调给人这种这款轻松的歌，应该是较无共。你要从这款歌编曲非常重要。对啦。就为了编曲的事情，我跟伊讲，我讲我不是很喜欢这样。对，我讲我希望的不是这样子的，不是不好，不是歹。没有打入他怕你的心。就是你这种这款歌，你要唱到人的心肝里去，你编曲就要做个遐，我都人唱个遐去。这个是一个原因啦，这个原因。叶老师会做人，叶老师会做事，一定有足侪互你较认同的所在，对无？那我感觉野人较凊彩啦。对啦，凊彩。啊，人好多啊。人好啊。个摆拢传一句歌，我讲拜托你莫唱，我唱我就歹听啊。伊家己唱，我你叫人唱，你莫家己唱。我相信有一天，谢哥一定会将人好，将行看这个老师的作品带动去全世界真侪国家。老师今日我想邀请你，甲全世界电台明星同款，伫咱心所爱歌镜头前，印一个，互阮对你表示敬意的手印。老师请。非常感谢。老师请坐，老师来，请坐。感谢叶飞虎老师，谢哥，多谢你安尼引进这个缘分，真正足欢喜。多谢谢哥，多谢叶老师，心所爱歌下回再过来开讲。那个我甲你安尼偷偷问一个，较早吼，你敢